迎收睇今個星期嘅天主教報紙摘要。睇今個星期嘅主要新聞有：家庭集合學者與政要嚴防核武同人工智能嘅挑戰；教區舉辦研討會，扮辨識時代嘅徵兆，傳承希望；各宗召開會議慶祝愛的喜樂10週年。各位，詳細嘅新聞內容。受教宗良14世嘅偉大人類通諭啟發，教廷喺7月14號到16號喺羅馬近郊嘅江道爾夫堡嘅元理受讚頌莊園舉行人工智能與核戰全球諾貝爾獎得主嘅大會。今次集合學者與政要，嚴防核武同埋人工智能嘅挑戰。近200位全球最權威嘅領袖人物，包括諾貝爾獎得主、國際專家與科學家、宗教領袖以及前國家元首，齊聲呼籲國際社會必須合作，以應對核武與人工智能所帶嚟嘅巨大挑戰。為期3日嘅會議設有多場專題言論，包括核時代下人類共同體嘅脆弱與良處危機、科技如何服務人類，同人工智能與戰爭嘅道德挑戰等等。大會由聖座獻身生活及使徒團體部副部長范特文樞機揭幕詞嘅時候，並簡介偉大的人類通諭喺人工智能時代守護人類尊嚴，同喺國際動盪嘅情況之下恢復和平嘅願景。聖座促進人類整體發展部副部長兼元理受讚頌莊園高等教育中心總監巴喬樞機隨後致辭嘅時候，亦都話：我哋聚集喺一個地緣政治張力日益加劇、國際秩序日趨分裂及科技競爭越演越烈嘅歷史時刻。佢繼續講，相關嘅問題會隨住人工智能迅速發展而日益加劇，因此更加見到呢次會議嘅重要性。是次大會能夠推動唔同領域嘅代表透過對話去回應問題。與會者喺7月16號簽署並發表羅馬宣言，指出人工智能以前所未有嘅速度發展，勢必引發大規模嘅經濟、軍事與社會嘅轉變。宣言強調，日益加劇嘅核武競賽正如同樣危險嘅人工智能競賽並行㗎。而芝加哥大學教授、存在風險實驗室創辦人丹尼爾霍爾茲提醒與會者，壞消息嘅係我哋正處於前所未有嘅危險時刻，好消息嘅係我哋仍有好多方法能夠讓自己免受核武與人工智能嘅威脅。與會者響應偉大的人類通諭中對制軍嘅願景，敦促各國喺人工智能與核子領域化解軍備競賽，並促請相關組織與政府監管人工智能系統全面自動化嘅過程。宣言亦呼籲各國切勿將核武器嘅最終決策交由自動化系統，以防範人工智能自動化帶嚟嘅弊端。亦同時推動禁止不負責任地將人工智能納入核武器指揮、控制與投擲系統嘅國際條約。羅馬教區代理主教雷納樞機亦都指出，今日嘅宣言清楚提醒我哋，冇任何機器演算法或者自主嘅系統能夠被置於決定人類存亡嘅核心位置。然而，呢場大會並非係僅僅聚集咗精英嚟分析危機。共同之家基金會主席湯馬斯樞機喺致辭中強調，會議嘅目的係重燃希望，彰顯對話依然可能，智慧仍能夠同知識運行。人類尚未失去治理自身嘅未來能力。佢堅定指出，願後世能夠見證喺人類掌握前所未有嘅力量去決定自身命運嘅時候，仍然有正直嘅人去選擇佢哋合作，並非對抗，以對話取代恐懼，
以希望戰勝消極。喜年2025嘅教區成立80週年慶典籌備小組喺9月11號到12號喺聖方濟各大學舉行研討會，為香港教會辨識時代徵兆，透過傳播福音帶俾社會嘅希望。有份參與呢次活動嘅台灣輔仁聖博敏學院林永君教授就即刻話：香港社會同世界過去幾十年嚟經歷住重大嘅轉變。研討會反思香港教會於今昔嘅社會參與，同時藉此緊扣明年初舉行嘅教區大會，幫助教友反思多個關乎教會使命嘅題目，為未來分辨同排列行動優次，可能成為希望嘅傳承者。研討會亦都邀請愛爾蘭耶穌會嘅神學教授 Gary O'Hanlon 擔任專題演講嘉賓，以天主點樣喺歷史當中廣施愛嘅恩寵作為引子，然後邀請學者就5個社會嘅題目作對談，分別係工作與發展、家庭與照顧者、生命與死亡、社會修和及關愛嘅共同家園。同時邀請社會團體主持工作坊，回顧其實踐愛德嘅經驗。教宗良14世發表嘅偉大人類通諭，回應人工智能帶嚟嘅挑戰。林教授指出，人工智能嘅興起影響香港多個社會嘅範疇。昔日部分行業爭取住同工同酬，現今社會關注人工智能會唔會取代工人嘅崗位。研討會亦都喺社會修和同呢啲議題聚集於青年，坊間亦都指時下嘅青年同上一代人自然唔同，源於人工智能成為咗青年嘅思維同埋生活環節。佢話教會需要深思點樣同工人同行，同埋與青年重建關係。林教授就表示，研討會為啱啱結束教區成立80週年嘅歷史展覽，喺信仰同倫理價值方面提供注腳，幫助教友回應新時代嘅召叫。小組成員溫國光神父就話：雖然香港社會境況不斷咁演變，但教會對大眾嘅關懷始終如一，亦重視生命嘅每個階段。正如喺教區成立80週年嘅歷史展覽當中，展出咗胎兒模型同埋天主教墳場天使花園嘅相關資料，見證失胎從昔日被當作醫療廢物嘅丟棄，到近年得以妥善安葬。佢俗稱香港教會嘅關社行動，貫徹咗對人類嘅生命嘅尊重。香港教區主教徐成斌反對死刑。聖高龍全教女修會嘅修女喺醫院照顧老嘅病人，皆為肺癆嘅病人，皆為香港教會昔日最具代表意義嘅關心社會行動。佢指修道人同關社團體延續前人對弱小者嘅關懷。佢以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為例，話勞工牧民中心同時為同工嘅為基層勞工推出先知性嘅工作，例如保安單棟式樓宇嘅保安員，連續10幾年照顧同一批嘅居民，其貢獻亦都遭受忽略。勞工牧民中心為佢哋開設互助小組，讓佢哋唔孤單。佢哋都邀請咗堂區幹事、神父、關社組組員同機構代表參加今次嘅研討會，共議同行，共同思考呢個教會嘅未來路向。而嚟緊嘅教區80週年研討會主題係教會作為福音嘅傳播者，如何帶給眾人希望。日期係9月11號到12號，星期五同埋星期六，喺聖方濟各大學 B307 室舉行。如果想參加上述活動，可掃描二維碼參加。教宗良14世召開會議慶祝愛的喜樂10週年。為慶祝愛的喜樂宗座勸諭頒布10週年，教宗良14世將於10月7號到14號
召集世界各地嘅主教團主席同相關主教喺羅馬參與會議。今次會議並非世界主教代表會議嘅大會，但仍然秉持住共議同行嘅方式作為開會嘅框架。教宗良14世期望會議能夠以秉持住共議同行嘅精神，喺互相聆聽中分辨，並喺愛的喜樂勸喻嘅光照之下，兼顧地方教會嘅實際需要，以便明今日向家庭宣講福音時應採取嘅步驟。先教宗方濟各頒布嘅愛的喜樂勸喻，探討家庭聖召同婚姻本質，同時鼓勵信徒縱然身處唔完美嘅家庭當中，應該積極活出基督徒嘅愛德，並珍惜婚姻嘅恩寵。教宗良14世喺今年6月27號舉行特別樞密會議嘅時候結束嘅時候，特別強調，呼籲各方關心家庭嘅需要。佢提醒，如果家庭能夠得到支持同陪伴，便孕育出關係、團結同希望。但若家庭受創或被孤立嘅時候，整個社會都要承受佢嘅後果。10月份嘅會議亦都加入提供互相聆聽、分辨嘅交流場所，包括接納家庭嘅生活體驗，分享具體嘅生命故事，反思教會團體陪伴家庭嘅牧靈倡議。教宗良14世亦都邀請一啲家庭喺10月份嘅會議當中分享經驗，認為佢哋嘅臨在極其重要，並希望所有與會者作好準備，聆聽並獻上所屬地方教會嘅家庭經驗。而地方教會嘅反思準備一共要有五大嘅核心議題，與會者需要喺會議之前同會議期間反思嘅五大核心議題：一、當代家庭現實美好同挑戰，從家庭的經驗與教會的牧靈承諾分辨時代嘅徵兆；二、青年和婚姻聖召的發言，聆聽青年的心聲並陪伴他們認識婚姻的價值；三、婚姻生活初期的關鍵階段，在婚姻初期及人生各階段聆聽並陪伴夫婦們；四、生活困境中嘅陪伴與支持，與面對複雜處境嘅家庭並肩同行；最後就係基督徒家庭作為教會使命嘅主體，接納婚姻與家庭之外，成為使命嘅推動力。由聖座平信徒家庭與生命部及教會會議秘書處公佈嘅主題進程文件，作為10月份會議籌備嘅文件。佢指出，儘管當代生活帶嚟嘅挑戰，但家庭仍然係向新一代傳遞信仰嘅主要場所。與會者需要將夫婦同家庭嘅經驗轉化為人性、靈性、教會同社會成長嘅動力，同時分辨並支持家庭對教會福傳嘅使命同牧民歸依嘅貢獻。嚟自世界各地嘅主教將於會後喺各自嘅地方教會同家庭一齊進行加強牧民工作，以支持家庭、人類生命以及婚姻聖召。詳情關於今次主題進程文件，可掃描二維碼。日世陣轉頭返嚟繼續天主教報紙摘要。